我们说语言往往是文化的灵魂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云林的仑东社区，看看如何借由保存客语，复兴客家文化。其实呢，在这个仑东社区有很多诏安客家人，他们被扶老化，因此呢，会说客家话的人并不多。所以呢，为了要振兴客家文化，居民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打造了客家的公园，还打算设立假日市集，要贩卖的当然就是客家特有的，像是腌渍物等等。还有呢，在获得了客委会辅助之后，他们也将要成立诏安客家人文体验馆。他们希望这些景点能够一点一点连成一线，成为诏安客家园区。细心呵护、培土栽种，云林仑东的居民齐心合力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就是希望能够拥有社区的后花园。原本蚊虫滋生的闲置空间，热心居民化腐朽为神奇，美丽花园即将成型。未来这里还要跟诏安客家人文体验馆连成一线，让诏安客家人有地方能聊天，让我们这社区的老百姓可以在这边休息，讲一些故事啊，让我们回味以前诏安的最古老的文化在这里重现。诏安家政班也有事做，他们准备好料的要慰劳大家的辛劳。不论是萝卜干猪脚汤，还是花菜干炒肉丝，每一道佳肴都是道地的诏安客家菜。这些美味料理都有客家腌渍美味的精华融在里头。菜头啦吼，酱啦吼，豆腐啦吼，汤啦。过剩的蔬菜跟哈密瓜结合，腌制的美味是客家传统，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。妈哦，伯啊，遐过来吃点心来。忙了一天，吃起客家美味，大家吃的可是津津有味。为了不让诏安独有的客家料理被遗忘，他们还要把这座闲置的市场废物利用。就首先说，我们利用我们诏安客的腌制品啊，再来就是说无毒农药的蔬菜来做办一个农民市集。希望客家特有的腌渍产业成为仑东社区的独家特色，也希望客家花园顺利落成。社区居民不分彼此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他们一步接一步，慢慢复兴诏安文化。翠绿芳草展现诏安生机，后花园里偶尔传来萝卜干单纯的香气，是儿时最初的回忆，也是二仑特有的感动时刻。